你了。没有，因为我交基北费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叫我联络弟兄姐妹的这个往外的钱赚。我知影你很胖，这样我就知道你很胖。他叫我联络钱赚，联络黄牧师，那这个钱当然就要叫牧师出啊。你今讲的两段吼，一段是太太在起先地嘛，一段是这钱吼。拄仔讲着，阮两个坐伫头前面。有影？有影啊！毋知我使是到上后面向我心内面拄歌咧，你即摆讲我甲你讲哦，这个查某囡仔偌厉害呢？你是调讲讲咧？毋是啊，恁太太硬气的啊！伊讲耶稣，你互我食我钱，我欠钱免还，才有这个代志出来。你即摆今日就拄着伊朋友讲解员。你讲的啊？我毋是几千万呢，是毋知几亿。你是讲我男生？耶稣会我足济钱的。一直到今仔日。我即摆要甲你讲，我即拢讲我生活是这啊。你讲到黄老师听会下，就是讲谢牧师你讲啊，毋是讲你外太空的代志，也是别人的代志，拢你讲你的代志。我即摆就讲我的代志啊。含沙射影。即个毋是含沙射影啦，是耶稣啊！我讲我就讲啊，我要含沙射影，我也无遐尼讲遐尼厉害。就今日早时间，来，大细声。好，这是真正常的啦。但是我嘴巴你遮甜啊。我嘴巴你遮甜。你就是来你要早点讲的说，老婆我爱你就没事了。来教会就是对耶稣啊，对牧师啊，我今仔日讲的，就是爱来听耶稣啊。来，这个查某囡仔，伊甲你刷卡点念刷就好啊。第四遍伊就甲讲，牧师啊，我甲你讲，我钱拢还你啊啦。3遍的卡尔，拢去共传呢。哎呦，小牧师我偌好呢，卡叫我刷。有好棒哦！你知影无？说没有卡借我刷。那以后很多人来。这个话吼，会传到阮太太。阮太太伊若来摕油丝来摕领来卖，阮太太拢敢买落来。阮太太就找我啊，那有外口一个水姑娘啊，讲你足忝伊，一对足好的卡摕我随便刷。恁的想法是安怎？现在还没有开可以啊。咱教会有人思想的，就是讲，看到伊穿遮尔水，即个话一个出来，我来教会啊，牧师甲即个一定有代志。即马通到阮太太阮太太，即个吼，伊甲因的头家吼，切袂好势，叫我去切。伊讲因头家暗时啉烧酒转来，对伊无规矩啦，爱我去找因头家讲。你知影吼？伊是来咱教会啊，牧师哪有惊这个头家？我甲他出一摆面，去甲因头家嘛我的朋友啊，安怎恁安怎处理？安尼会好势无？会好势，安尼。李正仪牧师，我会当来 cover 你呐，改遮盖。所以李正仪牧师伊若卡，李正仪牧师会去啦。我是袂去啦，袂过去，敢若去这一摆尔。我甲阮太太讲啊，有这个代志。毋过我甲见面，敢若见一摆面，讲一个话，甲处理一个代志。伊要讲我对伊真好，迄是伊的感觉。事实我壁边啦。即个查某囡仔共刷卡，我明年赶紧卡好改变。像我即款大本的牧师吼，袂晓赶紧卡，赶紧去换你知？一个换伊就甲我讲，小牧师卡拢钱拢甲你来。咱教会有一个拄结婚生一个囝，伫红姨仔。
伊帮上你66万啦。就是讲，啊，你即马伫小区一个月最少20-30万股资，有人你帮忙20-30万，毋可能诶。啊，你嘛爱加减66万嘛，加减还我，一个月还我1万2万安尼。啊，一个甲这查某囝讲话，这个查某囝就叫一个毋捌这个代志的人发，会晓写迄个啥，纯正信来的人就写啦。啊，你甲我你甲我强暴，咱法院见。啊，这个兄弟就赶紧来找我，上我来拄着这个代志，60万万，66万万。你无代志。有真济人来教会，不要紧啦，我半年就结束。对，我就是要问。不要跟你讲一下。好。你讲你的你吼，这停车坪吼，迄个三都四路，三都四路甲这个啥，啊对啊，是爱去说。三都四路甲自强3号这个停车场停，咱教会人去停，往我的连片插起来因啊，半停的啦。OK 了，我那个谁说？我们要是我们先走，打电话叫我们说在我们那边先走，现在是我们这里的置业打电话一打电话。置业是。对。好。那这个。无啦，你使起来啦，你先使起来伫边。好。收拾我先来读一下。郭先生，真欢喜，甲你30万。我来用那个过来。我先使出去。好，感谢耶稣啦，咱人生会拄着遮个啦，啊，我建议讲，上帝予你遐尼济钱啊，你帮衬一个查某囝66万，你莫催伊嘛，袂催伊呢，恁两个伫法官的头前，法官看伊遐尼水，搁要哭，搁穿安尼，你讲我无该哭。法官是你相信你也相信伊。相信你啊，因为你是牧师啊。那个女孩子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我甲你讲，这毋是的，这是阮教会拄结婚的兄弟啊，拄生一个囡仔的兄弟啊。好，安尼我先和你。好。来，我听我讲故事。对。你会晓啦？我会晓。吼。啊，若今日无代志，我会听到。我会听到尾。下晡3点，毋爱还佫有一场啦，好无？好。啊，平安。打电话说叫你打过去。啊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平安。平安好。感谢主，社会有很多问题不停的发生。那今天牧师要讲的也是类似这样的信息，所以会讲一些故事，做见证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圣经是约翰福音21章。约翰福音21章。第1节开始，我来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了，请。